县政府为着要来解决掉粪扫的问题，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，引进欧洲上新的粪扫分类的新系统，甲废弃物再利用。 婚姻县内无焚化炉，旧年来拢需要委托其他县市来斗处理粪扫，为了有效减少县内粪扫量，婚姻县政府即摆伫中央补助下，引进一套欧洲上新的全移动式粪扫机械分选系统。从欧洲进口现在等于是全移动式的一个垃圾机械分筛的一个系统化。 目前，这套 SIF 系统将会使予县内粪扫处理能力更加升级。透过将粪扫拆减分类，估计逐工会使处理200吨的粪扫。处理掉将近预估就20000吨的粪扫，清了后咱这个垃圾山就可以除掉了。 未来卖使刷到县内其他掩埋场，除了互粪扫减量，同时卖使将这废弃物再利用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